续来看，美国有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，叫做尼克森，伫推特来表示，讲伊有白宫内线的消息，讲美国的总统拜登有毁灭台湾的计划。消息一传出来，引发到台湾人的议论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这是谣言，讲目前是台湾甲美国有史以来关系上好的时阵。外交部嘛来澄清，讲这个消息的来源完全无经过查证。共这个时阵，台湾甲美国嘛来举办特殊管道的对话。咱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、外交部长吴钊燮，甲美国的副国务卿丁仁来对话，双方是对谈7点钟，主要是针对区域安全的议题。亚正手大声念誓词，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刘德金、国安局长蔡明干、瑞高副手和驻外大使，今日下昼伫咧总统府宣誓。总统蔡英文甲大家点头致意。不过，美国华府公布节目主持人尼克森16号伫咧推特表示，白宫内线消息讲到，访问到有啥物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较灾难性的代志。美国总统拜登竟然回答，等你看到军毁掉台湾的计划就知影。不实的这些报道，请大家不要轻信谣言。台美关系的到现在都是史上最好，我们要有信心。外交部嘛发新闻稿驳回这个消息来源完全无经过查证。这几年台美关系正面发展，美国行政部门高层一直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，和对台湾的坚定承诺来看，绝对不是事实。前立委蔡正元他特别也提到说口误，那既然是口误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会针对这个口误呢再多做论述，那变成是误会，再加上误会反而不好。到底美国有没有毁灭台湾计划？我想一点也不重要，靠人不如靠自己。另外一方面，台美特殊管道对话关门会议，美东时间21号下晝10點，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 AIT 總部上場。咱台灣主擔任是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和外交部長吳钊燮，美國是副國務卿雪曼和白宮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費納。兩邊今日7點鐘，團出重點攏在咧講區域安全。Well, I'm not able to comment on that, and I'm not able to confirm that. Thank you. 针对台海局势，台美国安高层继续伫咧沟通，用行动来打破无实在资讯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